今仔日是元宵节，台湾灯会对下晡开始呢，就游街活动。今年有来自菲律宾、日本等19个表演团体，这精彩表演，现场民众也一直学乐。穿传统服装笑容真好看，展出南国的风情。对菲律宾来的拉卡斯特拉纳市灯光舞蹈团，去年才摕到世界表演艺术锦标赛的金牌，这摆受邀请来台湾表演，变做台湾灯会一大焦点。配日本的传统民谣，舞者一日就搁变队形和服装，互现场的民众是看甲痛甲。对日本高知法院的也来坐，因为有传统元素，跳舞设计自由度搁悬，是真受欢迎。这摆对日本来的表演团体，都有4个队伍是表演也来坐，内面这支北海道来的队伍是逐年拢来台湾。几个在地团体嘛接力表演，展客家文化、原住民风情和加油队在台湾多元文化。虽然讲天气无啥好，中国落大雨，但是现场嘛是组织一大堆民众特别来这看。比较特别就是日本团体，很多日本团体来这边，还蛮不错的。这边有灯会就过来看一下，这样。蛮特别的，蛮特别。国内还没看过这样。观光署讲，精彩的游行活动，互大家耳旁了后，民众会当伫市区内的场馆、观赏主灯展览场、含光的游戏场，两大展区拢总展出超过300件以上的作品，会持续展12天。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加坐大众运输来遮看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